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歡迎返嚟跑馬仔講時事啊！講起香港人嘅掃街天堂啊，後生仔女咧最中意行嘅尋寶地標咧，大家一定會諗起邊度？冇錯啊，就係葵涌廣場啊！朝早到夜晚啊，呢度一向都係人頭湧湧，好熱鬧噶。不過近期啊，有唔少商戶同街坊啊，就大吐苦水啊！話呢個昔日嘅購物天堂啊，而家竟然變咗質啊！有一班所謂嘅同黨啊，日日喺度流連啊，破壞公物啊，仲要趕客走啊，搞到生意啊好慘淡啊！有檔主啊，甚至話就嚟交唔起租要執笠啊！究竟葵涌廣場而家變成點呢？大家睇睇片先。哇！段片啊，真係唔睇啊猶自可啊，一睇啊真係嚇一跳啊！雖然啊話商場入邊啊仍然有好多特色小食同格仔鋪啊，但只要行到一啲相對冇咁旺嘅角落啊，或者特定嘅樓層咧，就會見到有一班成群結隊，個頭髮咧染到五顏六色嘅僆仔啊，大搖大擺咁樣霸住咗成條走廊啊！呢班同黨啊，平時做乜嘢嘅咧？根據目擊者同埋商戶嘅形容啊，佢哋唔單止喺度 hea 咁簡單啊，仲會霸住個行人路嘅正中間啊，阻住客人行之餘啊，見到有客人啊想行近睇鋪頭嗰啲嘢啊，佢哋啊都會用啲好奇怪嘅眼神啊啤住人啊，甚至啊大聲講粗口啊、吐口水啊。互相推撞啊，變相喺度趕客啊，好多市民啊行到呢度啊，見到呢個陣勢啊，都唯有掉頭走啊，真係睇到都驚啊！面對住呢班同黨啊，一班小本經營嘅商戶啊，真係有苦自己知啊，一殼眼淚啊！其中一位賣潮流服飾嘅老闆就話：以前啊，葵港啊，星期六日啊，邊行得喐㗎？而家呢啲客啊，見到門口有成班同黨喺度聚集喧譁，仲喐手喐腳踢爛商場啲垃圾桶，推跌啲指示牌，甚至喺牆上邊啊亂咁畫嘢啊！邊個夠膽行入嚟買嘢啊？客又冇，租又要照交，真係咧搞到生意慘淡啊，蝕到入肉啊！其實咧，除咗趕客啊，呢班同黨啊，仲好中意手多多啊，破壞公物啊，好似商場嘅扶手電梯啊、升降機制啊，甚至走廊嘅燈飾啊同埋牆壁啊，都俾佢哋整爛啊！咁咧，商場嗰方面咧，爛完又整，整完又爛，真係唔單止加重咗管理處嘅負擔啊，更加直接破壞咗成個商場嘅購物環境同安全啊！其實葵涌廣場嘅同黨問題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噶啦，但係點解咧近期嘅情況好似越嚟越嚴重咧？咁其實第一啦，咁可能呢類大型嘅商場咧四通八達啊。咁出入口多啦，咁保安咧人手就有限啦，咁就往往成為咗呢班同黨咧聚集嘅盲點啊。第二啦，呢班後生仔啦，可能喺學校啊或者家庭啊得唔到足夠嘅關心同埋引導啦，出到社會咧就中意靠圍爐啊，講爛仔數嚟搵存在感啊。當佢哋發覺自己喺商場入邊大晒啊，連大人啊同商戶啊都要避忌佢哋嘅時候咧，呢種錯誤嘅權力感咧，就都會令到佢哋更加肆無忌憚嘅。但係一班成年人，一班辛辛苦苦交租做生意嘅檔主，憑乜嘢要忍受呢班同黨嘅惡劣行為咧？呢個絕對唔單止係管治嘅問題啊，仲係社會必須正視嘅警號啊！咁針對翻呢個情況啦，商戶同街坊嘅訴求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要求加強呢個保安嘅巡邏啊，見到有滋擾行為即刻驅趕或者報警啊。咁二嚟啦，就希望警方可以喺放學同假期嘅高峰期
多啲派便衣啊或者軍裝警啊去附近巡邏啊，收阻嚇作用啊。始終啦，做生意求安穩嘅，冇人呢想見到一個充滿人情味嘅香港地標啊，最後因為治安問題而少咗人流啊。其實葵涌廣場唔單止係一個商場更加承載咗好多香港人嘅青春回憶同本土小店嘅心血啊。如果再任由呢班同黨破壞落去趕走客人受害嘅唔單止係班商戶仲係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嘅消閒嘅好去處啊。各位聽眾，唔知你平時去葵涌廣場行街嗰陣，又有冇見到呢班同黨嘅離譜行為呢？你覺得除咗加強保安同埋警方執法之外，仲有咩方法可以拯救呢個購物天堂啊？歡迎喺下邊留言區話我知，記得幫我哋撳個訂閱、按讚同埋分享出去，等更多人關注呢件事。下次見，拜拜。